仁德文贤桥的这个拓宽工程，它其中呢包括3 A 的这个文贤桥，那总经费是5亿8千万。那目前呢，大概这个文贤桥几乎已经完工了。那这个其他道路拓宽部分呢，我们会在11月底的时候完成。这个桥改建以后呢，它的这个高度呢提高了大概有2公尺左右。那这个桥场呢，本来大概是40公尺，那现在呢，把它做到这个差不多50公尺，所以它未来的这个排水断面呢都会增加。道路的改善以外呢，这个排水呢也会顺畅。因为奇美博物馆还有石鼓文化村，造成我们这边的车流量非常大，而导致我们每一次里民要进出的时候，尤其在连续假期的时候，非常的难过啦。每一次台风天或者水患来临的时候，这边路面上几乎都是积水。施工以前，我们这个桥墩很低。阻绕我们的那个3 A 公溪的排水。现在我们已经又高又宽，现在改善很多了。现在已经把它加高了之后，这哪来的积水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地附近很多住民都会很感谢市政府这次为我们做了这些的改善。那我们希望说以后在这个热道路开通之后，能够促成我们在地观光的繁荣之外，也达成我们里内住民大家进出的平安。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文贤路其中，包括保安路跟台一线中间这一段的拓宽工程，这是营建署的工程但是其实坦白讲，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也是担负着地方交通的重责大任。那之前有拓宽过一段了，这一段是第2部分。我们希望说拓宽之后，交通量能够更平顺，民众不要常常饱受塞车之苦。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要如期如职完工，而且一定要兼顾工程品质，让民众这个缩短交通不便的黑暗期。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0月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是美食之都，虽然进前无被米其林的评鉴选到，不过有真侪美食小吃，特别是传统市场当中的稳重版美食，拢是市民心目当中的米其林。所以市府特别举办网络票选，欢迎民众上网推荐上赞的市场甲单位，阁有机会抽到好礼。为了行销台南美食，推荐你感觉上好食的市场单位，也是属于你心目当中的米其林。台南市市场处特别推出网络票选活动，总共有30个市场、50个单位参加。记者会中都有侪侪稳重版的美食小吃，也是市民落地啊当中的好滋味，拢一一呈现。市场有一天鼓励民众趁双十国庆，每一天为你喜意的市场甲单位来投票，也有机会参加抽奖，将好康砸回去。米其林分了3个，一个是平民美食叫必比登，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吃的餐馆叫入选，好，第3个就是摘星，好，那我们将来明年一定要摘星，好，但是这个只是米其林评审。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口味，或者是它的一个评选而已。但是在广大的市民心目中，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南来北往的旅客喜欢吃的台南的美食中，有更多的我们私房美食其实都在这个我们街头巷弄间。你要说大隐于市我们的美食最好吃的美食也是隐于市，哪个市？隐在市场里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许多我们许多台南的各大市场，还有美食城这些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美食，值得大家一来再来
该票选活动对今仔开始到10月23，民众会当依照传统市场的现代感、有舒适、有古早味、感受上在地等等的标准来评比，选出你心目当中上赞的传统市场甲单位，并且将美食的名单发掘出来，让大家来交关定型市场商机。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环保署主办的全国模范清洁人员表扬大会，今年选在台南市举行。环保署副署长辛志修亲身颁奖表扬全国102位模范清洁人员，咱台南市也有6位清洁队员得奖。台南市环保局今年有6名清洁人员荣获全国模范清洁人员。分别为永康区的黄美惠队员、东区吴秀惠队员、安南区周素贞队员、麻豆区林义峰队员、将军区黄小玲队员以及新营区黄翠霞。市长王伟特也特别出席颁奖典礼，欢喜甲6位得到表扬的优秀清洁人员合影留念。给台南市一个赞好不好？台南市赞！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位模范清洁人员，先一鞠躬，谢谢各位。我们也谢谢市长，因为各位真的是让我们感谢你们，这身上脏了，可是城市却清洁了。好，那这样的一个胸怀哈，让我们非常感谢。那欢迎来到台南市这个即将400年的城市哈，我们2024就是台南400，好。那希望说各位能够来这边哈，那这个表扬只是一个心意，但是内心充满满的感激，这个才是对各位非常非常感佩的。王伟特致辞时也向全国清洁人员表达感佩之意，更强调得到表扬的荣耀，除了是属于清洁人员以外，也是属于清洁人员所属的单位，是全体共同的努力所得来的。台南市环保局长谢世杰也肯定，每一位同仁，不论是指派到任何工作，也拢全力以赴，从来无提示。真感谢大家付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看好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昆山科技大学5号正式甲工信电子以及永裕企业合作签署 MOU， 将针对产业技术、人才培育。将校园当作是电动车永续经营的基地。这台就是永裕企业外销欧洲销量第1的沙滩车，虽然是柴油，不过以后就是要借重产学研发甲人才培育等2个体资源，共同来打造优质的电动车。对着昆山科技大学来讲，过去就是工专起家，不但迎合时代潮流来提供学习资源，也希望伫环保、绿能科技尽一份心力。这回受工信电子董事长薛明志的大力支持，希望透过产学合作，伫全球电动车的市场当中，为台湾打造另外一座护国神山。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会动手的。所以科技大学的背景呢，就是同学们呢，就是又会动脑又会动手，然后呢还会这个彼此合作，啊，所以这个在车子里面呢有太多的元素呢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觉得呢跟这个昆大的这个合作一定会可以带来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发展，再加上呢永裕的这样子能够实体呈现。在这个成品应用，在这个面对各种环境挑战的上面的话呢，一定是这个对我们整个产业呢会有更大的帮助。那我们希望说，这个今天能够那个跟昆山结合，还有那个工信这么优质的公司在后面撑腰的话，我想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绝对可以。做出一台相当过水准，而且在市场上相当受欢迎的那个电动沙滩车出来。中信电子呢，我们就一起 join together， 然后为台湾去发声，然后为台湾争取光荣。
所以不管说是它的电车里面的 module， 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应该讲说车零件，他都愿意来支持。那我就觉得说这很好，那这样子我就不要 Tesla， 我就不需要 Tesla， 我宁愿去研究台湾的仪器跟设备，然后为台湾，甚至于看看有没有可能跟Lexgen 能够合作。哦，那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为台湾发声音的时候。10月5號當間，3方面在副市長鄭簽的見證正式簽署 MOU， 場面盛大。當世界各國都在進軍電動車市場時，預估2025年電車的產值將達到6000億，所以不管技術還是人才，都需要真大投資。昆山科技大學有信心將成為南部電動車上重要的研發中心，為電動車產業發展寫下新的里程碑。台南新聞顧問及採訪報道。中華醫術科技大學5號舉辦護理系加冠典禮，303位男女學生接受加冠儀式以後，選擇成為南丁格爾團員，場面莊嚴隆重。加冠典禮是華醫一年一度的盛事，學生在接受老師的加冠了後，將開始安排到病院進行實習，實際參與照顧病人的工作。今年接受加冠學生總共有303人，其中女學生255人，男學生有48人。今年的加冠典礼呢，是因为5月份疫情的影响，那特别延后到10月份来举行。因为我们非常珍惜加冠的这一个仪式，它视同是护理人员的成年礼。那也希望借这一次的典礼呢，让学生对护理生涯工作的一个认同。那今天与会呢，有很多业界的长官跟校内的长官来一起给学生勉励。那也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完成。忠贞职守，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专业之标准，尽力提高护理专业之标准。加冠了後，全體加冠生嘛做伙宣讀誓詞，誓言效法南丁格爾精神，盡力提懸護理專業，協助醫術的精緻，爭取病人的福利。中華醫大董事長鄭啟瑞、董事葉明陽、衛生局專委葉靈山等貴賓也攏出席見證這次加冠典禮，為學生祝賀。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咱先歇困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疫情期間，為了消毒，許多人洗手洗到脫皮發癢。靜心生技因此投入進口精油皂的販售，希望透過進口精油皂機，讓民眾洗手抗菌，同時還能滋潤保濕。而與中油多角化商品在來蘇咖啡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區民眾喜愛。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高峰，原本買咖啡送的是臉部美容保養，顧慮有人對在公共場合脫口罩進行臉部保養可能會有確診風險。在疫情稍緩的暑假期間，改推買咖啡送親子手工皂課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業績，一方面也讓靜心生技的後疫情時代，透過多元創新的精油手工皂課程，結合社區客群做推廣。其實，在疫情之後，其實我們這個美容的行業已經就是因為戴了口罩就沒有辦法做臉。那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的經營的時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幾乎想說啊，不然就找一個方法，怎麼來接我們這段時間沒有辦法，就是說脫口罩的一些行動的美容，哦，還是做一些美容護膚的部分哈。那我們為什麼要來轉介在這個精油皂裡面？因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潔，我們想它變成說讓推廣這個，讓學員他們除了說精油皂學完之後怎麼使用，然後教他們做一些手作，除了這一份的這個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後我們也讓學員就是延續讓他們經營一些這樣精油皂，怎麼在家裡自己創業做小型的一個創業，或者說他們
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台港建增200年公民美展，伫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盛大开展。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画图班的30位学员，伫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创作出具有台港文化特色的作品，邀请民众前往欣赏。为了迎接台港建增200档，来自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粉彩生活画图班的30位学生，伫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开4档时间来实地走访台港的每一个所在，融合家己的经验，以粉彩笔为台港留下44把美丽的画作。就是这几年，就大概有4年的时间，就是不管文化的社会的消长。然后可能建筑啊什么一些事物都不见了，可是呢，我们的绘画把整个景观美丽的台江景观都保留下来，让大家看到台江之美。不管以后或许是这些景点都不见了，可是呢，这些会传承下来，就是历史的一个记录。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伫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的支持之下，共同推动公民美学，串联在地文化、人文生活、自然环境甲观光，形成跨领域的文化观光新生活。希望更较侪国人以及国际朋友来到酒店看见台港之美。阮希望讲呢，台港呢以后呢，还是以伊的文化呢，来建城见增。所以文化呢，是一个真重要。伊呢，结合着讲咱的生活，还是讲结合着讲以后呢，咱的空间的发展，还是讲伫遮呢，更较重要就是呢，咱用咱的手，用咱的脚，用咱的歌声来在地认同，这是真重要。所以呢，200年呢，台港200年以前呢，土地所在呢，大家拢感觉讲无什么文化啦，但是呢，咱即个无共款，
咱草地所在，咱有咱的感情，咱有咱的生活，咱就通写出咱的歌声、歌词，咱也通来表达呢，咱对这个所在地理、风景、水准等等呢，咱的感受。这作这场话的时阵就对啦，拢予我的时阵真有这个感触，因为作这是拢我行过的所在啊。甚至的时阵，互咱安南区，甚至互咱台南市，甚至互咱对外地来，知影讲了咱台南。这场展览为今日开始展到明年的1月8日，为着鼓励大家来看展，酒店推出看展抽大房间的活动，希望大家有闲时阵会当前往观赏台江的景色甲文化之美。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已经3档无办展览的艺术创作者蔡新荣，这回推出《我一直陪着你》个展，而且特别选定百货公司的餐酒馆来举办，就是希望将画作结合美食甲音乐，和艺术走入咱的生活。用家己人生经历来创作的艺术家蔡新荣，虽然年纪轻轻，不过因为研究心理学，所以历年来创作拢甲心灵档案、潜意识，或者是死亡以后神秘的世界相关，甚至画出家己的灵魂，创造出魂魂的角色。蔡新荣讲，特别疫情期间的生离死别，互伊相当有感触。所以经过疫情以后，用我一直陪伴你，迄款的温馨甲色彩表现来互相鼓励。这2个系列就是其实都已经跟人世间已经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是探讨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议题了。那我觉得对我们在刚好这几年的疫情来说，生离死别其实是大家所有人的大家都会面临到一个课题啦。对，那我就希望借着我的魂魂的这个角色，还有我的忘川这么缤纷的系列去跟大家说，就是也许生离死别这个议题很沉重，但我们也许可以用不一样活泼的、轻松的方式去面对。虽然疫情影响3档无办展览，不过蔡新荣持续创作，伊的才华甲努力嘛获选中山青年艺术奖的肯定。这回伫单局人文的精心规划，选定南胖微醺，有参照伦敦美术馆的风格来举办个展，结合美食甲音乐，要互艺术加入咱的生活。因为我本身是觉得说艺术应该就是要走进生活里。那像我自己本身虽然是从事创作，那我也会是想办法，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些火花。像我会去参加合唱团啊，然后或者是甚至我之前研究所是念设计，还有就是会去了解。一些珠宝鉴定那方面，我对美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对，我希望这些美啊，还有多元的艺术的这些经历，可以让我的创作更丰富。延续2019年以来，心境蔡新荣都来用亚克力彩，也加上部分雕塑的创作品，要来陪伴大家。展览将一直到今年底，邀请大家用艺术来感受作者的内心世界。台南新闻阮志林英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